對唔住。我已經喺今日向校董會遞交咗辭職信，喺度亦都藉着嘅機會向全港嘅市民、新加坡各界嘅人士致以衷心嘅致歉。我係承認係唔啱嘅，但各位新會商會中學同學、家長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想親自同大家講返一件事件，關於早前新加坡交流團嘅期間，我同當地保安人員發生咗一啲嘅爭執嘅短片。我知道好多人已經睇過呢一啲嘅片段，亦都有唔少人嘅討論。首先，我要交代一啲嘅要點。我當時講咗一啲唔恰當嘅説話，其實係不必要嘅。我作為校長，應該要以身作則，無論任何嘅情況都要保持冷靜同埋克制。但係好可惜，我自己做唔到。喺呢度，我要向大家承認並且作出一啲嘅道歉，對唔住。其實諗返喺當時嘅情況，有部分嘅同學已經落咗車，而保安人員喺當時刻突然間佢唔俾其他一啲同學落車，咁而我亦都見到車下嘅同學冇老師喺側邊去照顧佢哋。喺當時刻，我係情急之下，急住要睇住班小朋友要落車。喺嗰個時刻，我情緒突然間失控。我承認我對當地嘅交通規則同埋情況都唔熟悉嘅，亦都我過分去依賴導遊同埋司機嘅安排。我真係冇預料到有咁大嘅衝突喺度，令到社會各界咧都有咁大嘅迴響。我已經喺今日向校董會遞交咗辭職信。我嚟緊嘅日子，我會配合教育局同埋校董會一切嘅調查同埋安排。我亦都會好深刻咁樣去反思。我喺度想同同學講，唔好學我，喺任何嘅時候都要盡力保持冷靜，用一啲理性嘅方式去解決，以我為戒，唔好因一時嘅衝動講出一啲令自己日後會好後悔嘅説話。喺呢度亦都藉着嘅機會向全港嘅市民、新加坡各界嘅人士致以衷心嘅致歉。另外，我亦都會喺今日辭去現時我一啲地區嘅工作，包括關愛隊同埋分區委員會嘅職位。我再一次同大家講聲對唔住，真係好對唔住大家，令到大家好擔心。多謝大家。